法国的尼斯嘉年华今年是150周年，台湾也有团队去参加，有家长团、舞蹈团，甚至是花艺等等下冷气的艺术团体，伊甲家己号名做亚洲珍珠。这个公司台记者也专工去到法国采访记录，咱做伙来看高雄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者地角灯结性堂的北家长，伫法国展现台湾的家长文化。 尼斯嘉年华等来庆祝150周年，这是世界上第3大的嘉年华。加国有形起行，今年尼斯嘉年华的主题是国王的宝藏。台湾团队由家长、现代舞、花艺等等下冷血的艺术所组成的团队亚洲珍珠。 把摆伫咧这个时阵来行就中央舞台来接受观众的欢呼。C'est une très belle performance. Les costumes étaient très jolis, les danses aussi. On n'a pas l'habitude de voir ce genre de danse en France, donc c'est très plaisant. Super, we love it. We enjoy every moment. 仲也穿全套新旧法器艺咧，行上国际舞台，甲传统的台湾民俗搬到世界舞台顶端，展现予国际游客来欣赏台湾的水。阮因为订法拢有参与内底，包括速车、八卦，就是讲参加这咱嘛是真紧张安尼啦，嘛是正统的嘛是，阮拢爱保留伫内底。 结性堂的北家长是高雄无形文化资产的保存者。这回，因要和下冷血的团队来合作，甲传统和现代结合，展现台湾正做亚洲珍珠，设立起但是更雅的风采。以上是公司台记者尤维珍和林坤明伫咧法国尼斯的报道。